这里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今天是藏历2145年5月2号，公元2018年6月15号。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私人医师表示，尊者身体非常健康，无需担忧。达赖喇嘛尊者对立陶宛展开第4次访问。达赖喇嘛尊者祝贺特朗普与金正恩在新加坡举行历史性会晤。达赖喇嘛尊者呼吁将古印度文化纳入现代教育体系中。藏人行政中央司政参加感恩加拿大活动。美国国务卿敦促中共与达赖喇嘛尊者代表间展开对话。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本周三，在回应媒体近日发布有关达赖喇嘛尊者身患绝症的虚假消息时，达赖喇嘛尊者的御医桑都仓次登多吉表示，这些信息纯粹是虚假报道。6月13日，达赖喇嘛尊者的御医桑都仓次登多吉在接受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专访时表示，达赖喇嘛尊者的行程一贯都安排得非常周密。即使在6月份，尊者从6日至8日为期3天的连续向年轻藏人传授佛法。御医桑都仓次登多吉还强调，如果尊者身体状况出现问题，并且身患绝症，那么安排那么多周密的行程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这些消息纯粹是虚假信息，不值得评论。他还表示，作为83岁高龄的尊者，我认为普通人到了这个年龄就不能正常工作，但是尊者却一直在访问世界各国，同时接连举办法会。因此，我想告诉所有信众和新闻读者，以达赖喇嘛尊者的年龄，尊者的身体状况非常好，无需担忧。인도 간의 단대촌의 공감대 대단 인배마세 단도 제자도 좀 먼저 야 예산 쉬는 것도 마 뇽래 따는 거 아마 근데 인도 간은 군대 공감대 내 참말로 토도 대부치 주된 자로나 쉬어이 배마세 공감도 대단 레샤스 2017年6月18日，达赖喇嘛尊者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接见藏人时表示，나 그게 메요 and hospital 그게 당시에 제위 그래서 저거 조선 그게 조선죠 아니 주시님들 그게 당시에 제 조선님들 다 갖다서 또 제위 근데 주시님 당시에 제 이체니 아니 소양사도 사 이게 시험에서 오게면도 런니즈 공리야 이 강배 민부 직나로리야 캔서 다 전부 직게 되지. 저한테 너니 디멘주 체베리 men주 체네. 또 그생 다시 시전에 딱히 쉬천에면 또 상관 차샤.此外，本周三，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北欧波罗的海3国之一的立陶宛共和国首都维尔纽斯大学就教育中的人类价值观为主题的发表演讲。6月13日，达赖喇嘛尊者在维尔纽斯大学向该校师生、教职员工发表了主题为“教育中的人类价值观”的演讲。达赖喇嘛尊者在发表演讲时强调，以人类的慈悲和利他的价值观为基础，建设一个更加和平的世界是他人生的使命之一。尊者表示，21世纪最终应该成为一个和平与对话的世纪。为了创造和平，我们应该认真思考如何减少武器贸易和消除核武器。达赖喇嘛尊者进一步表示，至于西藏问题，我们有真理与正义的力量，而中国军队有武器的力量。虽然武器的力量暂时是很强大的，但最终正义终将得到伸张。尊者还谈到了世界各宗教间的宽容、和谐共处，以及保护源自印度那兰图传承的西藏文化的重要性。另外，正在北欧立陶宛进行访问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祝贺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举行历史性的会晤。6月13日，达赖喇嘛尊者在北欧立陶宛进行访问期间，庆贺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举行历史性会晤。尊者表示，我一直以来坚信，对话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无论是在个人还是国家之间，作为全世界非军事化和全面消除核武器的倡导者，我衷心希望这次历史性的首脑会晤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确保朝鲜半岛的永久和平。我欣赏两位领导人采取明智的举措，愿你们进一步努力，消除这些毁灭性武器，使这个世界实现真正和持久的和平。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于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历史性首脑会晤。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会晤期间签署了一项协议中承诺，平壤将致力于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此外，上周六，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接见各国游客时，呼吁将古印度文化纳入现代教育体系中。6月9号上午，达赖喇嘛尊者在达兰萨拉大乘法院接见了2700多名各国游客，并发表公开演讲。尊者在发表讲话时赞扬了古印度文明，并强调佛教那兰陀传承源自古印度传统文化，因此将古印度丰富的文化与现代教育体系相结合，为人类迎接一个和平、理性和更人性化的世界。尊者在重申致力于恢复古印度文化和现代教育制度相结合的问题时表示，虽然那兰陀传承在印度被忽视，但在西藏却一直保持着它应有的活力。尊者表示，虽然现代教育制度的中心是发展物质，对肉身带来舒适，但印度古老传统文化却把重点放在内心的修养和创建安乐与宁静的之中。我主张重新在世俗背景下的现代教育系统中引入这些基本的内在价值观，将可以对世界持久和平带来利益。 Day-to-day's life, if possible, helping them. If not, resisting, harming them. That's meaningful life. So you carry more peaceful, meaningful life. You get happy life, isn't it? And you should not become slave of anger. We should be master to control our anger, not through prayer, but use our reason. 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和西藏人民议会5名议员组成的代表团于本周二抵达加拿大渥太华，参加感恩加拿大相关活动。6月12号，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和西藏人民议会5名议员组成的代表团等出席了由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加拿大西藏之友协会、加拿大安德洛省和渥太华藏人社区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共同举办的感恩加拿大大型活动。出席该活动的还包括有加拿大前联邦参议员迪尼诺和部分地方官员，以及长期支持西藏问题的加拿大政要，并且各政要在活动上发表了演讲，以表继续支持西藏运动。当天上午，司政洛桑森格和西藏人民议会代表团成员还会见了部分加拿大国会议员。随后出席了由加拿大议会外交事务及国际发展委员会举办的听证会，并同委员会成员之间进行了广泛的会谈活动。司政洛桑森格在听证会上表示，今天出席的代表团才是西藏的真正代表，因为我们是由流亡藏人行使民主权利选举出来的代表。5月份，所谓中共人大西藏代表团在听证会上发言，受到委员会的质疑和批评。总之，此前中共的人大西藏代表团到这里是为了掩盖中共严重践踏西藏人权这一事实，而派出的代表团蒙蔽诱骗国际社会。请继续收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美国国务卿麦克庞派于上周四公开要求中共直接与达赖喇嘛尊者代表间进行对话，并在无任何先决条件下解决西藏问题。6月7号，美国国务卿麦克庞派就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提出的一系列书面问题作出了回应。
麦克庞拜先生表示，我建议美国政府最高层要公开表达，中共当局与达赖喇嘛尊者或其代表间进行有意义的直接对话，并无任何先决条件下以减少彼此间的一些矛盾和分歧。国务卿麦克庞拜先生还表达了他的承诺，敦促中国政府应该尊重西藏佛教徒的宗教习俗的合法性，以及对教育和宗教信仰的选择。他还在有关西藏人权问题，包括宗教信仰自由和美国公民难以进入西藏，以及释放西藏政治犯等问题上表示，将致力于美国记者、公民、立法者和学者能够正常进入中国，包括西藏自治区和其他藏区。他进一步谈到中共对藏政策实施状况，并表示将敦促中国政府停止践踏西藏人权、释放西藏政治犯以及宗教信仰自由、语言文化和传统习俗等方面的压制。观众朋友们，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就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